地有本田比钞票总经理吴玲昌2000万交保，互台中高分院撤销检方扣押4间公司名下不动产。为着要确保战力，美国国防部长霍格塞斯宣布，美军未来所有30岁以上的官兵，逐档拢爱验教不同，看职业照。香港警方所在2间独立册店，拢总掠走5个人，因防指控涉嫌煽动罪。你好，欢迎收看公司第一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中联问题由本片比超标，这个涉案问题继续加。受影响的业者是已经对1006间增加到1322间。卫福部是搁再公布讲中联伫咧4月做出来油，搁有2批本片比钞票涉嫌暗砍。相当会当罚300万。也中联的总经理吴玲昌本地是2000万来交保，今仔日去互台中高分院撤销。也检方是已经扣押中联、福寿、福茂甲泰山等4间公司名下的不动产。中联邮局验出地干部本片比超标，勘测下边业者愈来愈多，包含台南旧市黑港总店、了凡小立棒球、湾霸店、红水镇中华三明店、甲日式连锁餐厅陆家乐的真济间分店拢总付。受影响业者为106间增加到1322间。卫福部10日也搁公告，搁发现中联2个批会员油本片比也超过标准。食药署于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于7月15日下午确认，中联公司于4月1日生产油品批号314-115-0401，未通报列入4月至6月生产油品的清册，并办理通报。中联邮局搁标出涉嫌暗砍问题油，小组发现业者提供的油箱检体，甲下边油品检验结果无同，各2批4月制作油验出超标，依法罚相关300万。涉嫌违反涉案法的中联邮局总经理吴玲昌原本2000万交保，暗过检方控告成功，台中高分院今日撤销交保的裁定。原审呢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台中地检署表示，针对中联、福寿、福茂甲泰山等4间公司，检方已经就目前整合的涉嫌卖油的流向，甲犯罪所得范围，向反映成行业者下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核准。记者综合报道。新青安3.0这个方案按算伫咧8月初1来实施，新增加3大限制，包括讲申请人就要无50岁，清贷款的年纪加上续贷款的年限无超过80，过来就是一档赚无200万。好，虽然申请按3.0这个方案伫咧年费、伫咧贷款的年限、甲年所得，拢有落去限制，毋过都有学者质疑讲也是根本无法度来即个排除好业人，只是用税金去补贴本地都有在调买厝的遐个人。新青安贷款政策伫要伫即个月底届满，行政院会10日通过青安3.0方案，新增加3大限制，包括要求新贷人爱未满50岁，贷款年纪加贷款年限爱伫80年以下。借款人的年所得总额袂使超过200万。另外，房屋总价是照县市分3级设限制，台北市3500万，新北市甲新竹县市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维持现贷一生一次自住切结的规定，贷款之前要甄审，包括公股银行依青安贷款原则要审慎的核贷。以及贷后要加强管理。新贷户要征提自住切结书，那贷款额度最高1000万元，贷款成数最高80%，宽限期最长5年，贷款年限最长40年。婚后家庭加钱的部分，新婚2年来家庭贷款额度上悬1200万，有未成年子女上悬1500万。所有青安贷户拢有满3年利息补贴，满3年后每年补贴减少半倍，补贴期满恢复原贷款利率。财政部处长黄清华表示，新方案年龄国家核贷年限是80年，主要是考虑风险管控加行政能力，整体加强管控。3.0这个开始实施之前呢，其实也没有人知道
到底多少人会来核贷也不知道。用目前的这个现有的资料来推估的话，大概可以用的人数大概15.7万人左右到16万之间。但是外界关心年收入200万的排富限制是以什么条件设定的？黄清华说明，主要是根据主计总处113年家庭收支调查报告来推算。当年消费支出每一家户每年都是88.87万，有欠27.6万。按照理性法律来看，买厝的负担不应该超过所得的1/3，经过合理估算了后所得到的总数，袂使超过200万。记者采访报道。伫台湾要改性别，按照内政部的解说是讲，毋但爱有2张精神科医生鉴定的诊断书，也搁爱做手术，甲性器官摕掉。毋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认为讲该性别审查重点是伫咧自我认同，甲性器官有摕掉无摕掉无关系，就判一个跨性别者毋免做手术，嘛会当甲身份证的性别对查某改做查甫。我的性别我决定。这一摆出面来发声，争取免手术来换证。这一下性别者因为无完成性别登记手术，申请性别的变更是拢袂当。然后行政机关拒绝，诉愿嘛封驳回，一直到提起行政诉讼，才陆续出现转机。外面统计，国内已经有12件胜诉确定的个案，即摆搁一摆有下性别人士伊的官司赢。当事人要动手术，不要动手术，他要怎么决定他的身体？理论上是他决定好，他在做，而不是被迫。他为了要符合国家的这个要求，然后拿到了一张符合他的身份证明，他才被迫去动手术。这个个案爱对113年开始讲起，一个姓詹的下性别者向中和的户政事务所申请身份证的性别对查某改做查甫的，就算提出2张精神科医师评估鉴定的诊断证明，同款方拒绝受理，理由就是伊无完成性器官摕掉的手术。但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为讲，变更登记的审查重点应该是申请人敢是以自我认同的性别，对平常时的装扮、人际交往等等，在生活内面持续对外展现，以后嘛无啥会改变，这和性器官敢有医毒无关系，无应该互当作拒绝换证的理由。我们尚未就是收到那个资本的这个判决，等收到之后我们会做一个研议，然后再来决定说后续要怎么处理。下性别者要变更性别，照内政部的函释，2张精神科鉴定诊断证明和性别登记手术的证明拢爱有，但目前至少有13件案件持续伫诉愿和行政诉讼，争取免手术换证。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确保战力有强有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美军未来所有30岁以上的官兵，逐档拢爱验睾固酮，看这个睾固酮的高度是多也少。也睾固酮是咱人的荷尔蒙，伊会影响静脉量甲运动的功能。美军就认为讲睾固酮若是长期无够，可能会影响健康甲健臂。也官兵若是验出来讲，这个睾固酮较欠，会当家己决定敢要接受荷尔蒙的治疗。毋过睾固酮毋是讲大家人拢会当来补充，就要医生去评估这个身体状况，若无是真危险。伫咧2022年，美军部队就有伫咧受训的学员来死亡，伊就是验出睾固酮过量。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进前访问停靠新加坡的美军驱逐舰杜威号期间，带官兵做伙进行体能训练。伊上任以来要求美军当年爱参加2届体能测试，佮以上严格的体态标准，无用稳有大扩将军还是士兵。即摆赫格塞斯佮进一步表示，未来所有30岁以上的美国官兵，当年拢爱接受睾固酮浓度测试。I'm authorizing a new screening program for testosterone deficiency for our service members, ensuring you have the right testosterone levels to operate at your absolute best. Because it's well-established science that as we age, testosterone levels often naturally drop. 睾固酮是人体重要的荷尔蒙，甲筋膜量、骨质密度、体能表现、专心有关系。美军认为长期不足可能会影响健康甲健臂。毋过，伫网络文化，佮睾固酮定定互人形容粗勇男子气概甲强势的形象。赫格塞斯表示，若是军人检测结果伤低，会当家己决定是毋是接受荷尔蒙的治疗。未满30岁人也会当主动申请检测。
因为赫克塞斯伫单位中使用剑术作战人员这种中性用语，所以无清楚是毋是同款适用女性的军人。这项政策推出的同时，美国卫生加公共服务部嘛当地研究放宽睾固酮替代疗法限制，包括取消因为年纪增加致使睾固酮伤低男性的用药限制。民主党人士批评这项政策反映意识形态，毋是医疗需求，尤其赫克塞斯要限制跨性别者服役，即马煞主动为部分军人提供荷尔蒙治疗，明显前后矛盾。随上美军特种部队英国嘛发生过睾固酮争议，2021年一个海豹部队受训的学员死亡，调查人员伫微博当中发现睾固酮，互特种部队好亲像乱用，增强表现。药物的问题原来互人公开讨论，海军过当年随展开全面的查缉。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美军伫咧中东时间7月15半暝空袭伊朗伫咧荷姆兹海峡四边威胁航道的军事基地，搁在红色海上无爱互友船驶去伊朗，要断因的经济。美国毋但要逼伊朗开放荷姆兹海峡，嘛甲伊拉克、叙利亚合作，要来重建港线，按算对地中海运石油出去，就是无要进口荷姆兹海峡，降低伊朗的威胁。到底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温的时阵，美国嘛当展开其他的动作，希望长期会当降低中东石油的输出，一直拢爱靠荷姆兹海峡的这个部分。根据美联社和路透社在媒体的报道，伊拉克希望会当和叙利亚政府来合作，重建伊拉克只有库克到叙利亚巴尼亚斯港的输油管线，互伊拉克会当伫咧无受到伊朗限制的状况之下，对地中海输出石油，消除伊拉克的经济压力。对这美国总统川普是少接待伊拉克总理采地访美国的机会，表示将欢迎伊斯两国的方案。Iraq has tremendous potential 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because of other things, but 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lot of deals. We're going to create a lot of job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out a lot of oil. A lot of oil is coming out. 外电报道指出，讲美苏以3国的政府高层，在过去几礼拜以来是持续讨论相关的计划。美方嘛希望美商会当有更较侪机会参加中建油管、炼油厂的计划，和投资伊拉克的石油出口。另外，川普和彩电嘛做伙宣布讲，2003年推翻海珊政权以来，就一直驻伫伊拉克的美军，按算伫2026年的9月底会全部拢来撤离。对2月底，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关系到国际石油和商品贸易的荷姆兹海峡，都因为中东紧张的情势，常常拢是关起来的状态，嘛，互国际油价是连续一直起。另外，美军讲是为了迫使伊朗开放航路，当地时间15日上新一波的空袭内面，轰炸包括守荷姆兹海峡的阿巴斯港和戈什姆岛等地的伊朗海军基地，用这来削弱伊朗攻击荷姆兹海峡其他国家船只的能力。另外，美军嘛开放海上封锁，甲至少3只航向伊朗的油轮顶船只走落来。川普阁呛讲，若伊朗无爱转来谈判岛，后礼拜会空袭伊朗的发电厂等基础设施。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继续来关心世界杯卡球赛4强落去拼阿根廷对英格兰，英格兰是大胜踢入去1球来领先占赢面，所无继续进攻是改做防守战术。虽然英格兰是强力封锁梅西，不过是无梅西伊的法。伫咧比赛尾段7分钟，梅西是助攻2摆拢提分，最后阿根廷是以2-1平盘，踢到英格兰进入冠军赛。英格兰本地是占优势，就要煞输去，总教练伊的决策就去防质疑，讲就是讲这个全面退守防线这步是英格兰输球的主因。香港警方今年以来第3摆搜查独立册店，昨警方伫咧旺角的楼下租舍甲产行租屋这2间册店，拢总是掠走5个人，因防指控涉嫌煽动罪。称写我是册店的店员，黑色的灯表情真轻松。香港的独立册店楼下册舍查某店员15，互香港警方公安处扣起来，去伫警察车。刚经过早走真侪箱册和相关的物件，刚一刚伫旺角的产行册店嘛封锁查。
2间册店当中有5个人互拘捕，互指控讲涉嫌违反基本法23条，但是含卖有煽动意图的刊物，相关会当判7年的徒刑。传出涉案的册是包括台湾出版社发行、美国的独立记者帮替分写的《为红花开》，习近平时代的认同和归属。这嘛是今年以来港警第3摆针对独立册店来执法。3月和6月，6间册店、1间册馆拢分别互搜索，负责人互逮捕。对香港的情形，咱的总统府空中声援。出版的空间遭到限缩，还有文字工作者他们遭到打压、遭到晋升，思想没有办法有自由。任何的国家不应该害怕民众阅读，也不应该用这样的形式来打压言论的自由。老总统嘛伫社群平台发文表示讲，香港的出版、阅读和言论自由，当承受持续而且严峻的压力，但是思想和文字拢无应该因为政治压力互禁止。嘛强调台湾会守护无简单才摕到的民主自由，嘛期待香港社会多元声音和基本权利得到应该有的尊重和保障。香港方面，他并不会公布说哪些书是禁书。当他觉得有问题，他会立刻要你下架，会影响到你下一次来参展的资格。一般国人的话，我们觉得说，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香港这方面的消息啊。因为现在的香港确实不是以前的香港。因为今麦拄好在举行第36届香港册展，刘委会指出，伫个港府武行洋线下骹，台湾参展的厂商只会当自我审查，嘛提醒国人，香港最近几年变化真大，若要去香港，都要注意家己的安全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法国国民议会伫咧7月15号通过法案，讲治疗绝症的成年人，若是表达意愿，经过评估会当甲因协助死亡。不过，这个法案伫咧法国国内也是有真济争议，嘛要经过宪法审查才会当正式实施。Le scrutin est clos. Votant 561, exprimé 532, majorité 267, pour 291. Contre 241, l'Assemblée nationale a adopté. 法国国民议会15表决通过协助死亡法案，规定符合资格的患者必须是有严重而且医袂好的疾病的法国成年人，病情已经威胁到因的性命，是尾期的阶段。也毋过各党的看法也是有真大的争差。Parfois, dans le regard des gens que nous avons aimés, est une manière d'alléger pour celles et ceux qui le souhaitent, pour celles et ceux qui vont mourir. Ces derniers instants. Cette loi est permissive et expéditive. Sans nul doute, elle va générer des déchirements sociaux, familiaux, affectifs et psychologiques pour ceux qui restent ici encore un peu. 另外，法案也规定，患者必须是无法度忍受，也是医袂好势的状态，由伊本人甲医生自由表达意愿，医生会伫15天内咨询过了做出决定。伫咧2天的考虑期了后，由患者家己食治病的药物，若准无通家己食，就要由医生也是护理师来协助。医生也必须爱伫当天搁再确认患者的意愿。Le plus possible les personnes et leur éviter la souffrance. Sauf que ce qu'on observe aujourd'hui, c'est qu'il y a des personnes qui ne répondent plus aux médicaments, qui continuent de souffrir et pour lesquels nous n'avons pas d'autre solution. 法国总统马克宏登记支持有尊严结束性命的立法，佮较是以2022年第2任竞选的承诺，也毋过伊坚持毋是安乐死，是协助临终，属于临终关怀的范围。法案通过了后，马克宏表达真安慰。虽然法国真济份民调显示支持立法的民众占多数，也毋过反对者也强调，若准协助死亡常态化，可能对高龄患者、身心障碍者等等社会弱势族群造成隐形的压力。政府应该全力投入安宁照顾，毋是帮助患者结束性命。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回答执行长恩玲芬伫咧7月15去到日本参加甲游戏厂商4个合作30档的庆祝会。30档前，回答是欠马破产。恩玲芬讲真感谢苏东市的副社长立高交一郎，甲2到3工来投资回答，帮助回答渡过难关。看到事件大运人，回答执行长黄仁芬马上启动小揽爱沙子。黄仁芬10号参加甲日本游戏企业世界合作30周年庆祝会，这场活动伫过去的世界秋叶原电玩游乐场举行。前社长林高昭一郎甲游戏设计师林茂珠也亲身到现场，大家见面拢真欢喜。If not for what Sega did for NVIDIA and what Irimajiri-san did for NVIDIA, NVIDIA would not be here today. To imagine that in 1995, NVIDIA was nearly out of business.
that we had chosen exactly the wrong technology, and that we will be here today, the largest company in the world. 杨永芬想起1995年迄时阵，辉达甲世界合作要开发个人电脑游戏应用的3D 绘图晶片。啊，毋过伫开发1年了后，微软推出 Win95 作业系统，有真侪3D 公司已经准备好支援相关作业平台。辉达则发现导致真侪研发费用的设计结构完全错误，无法度完成甲世界合约。迄时阵，伊深深就问协商，建议世界找找其他合作厂商设计晶片，佮歹势拜托迄时阵的副社长人高赵喜龙付差不多500万美金所谓费用。啊，若无回答会破产，人高赵喜龙知影状况了后，同意伸出援手，有这个资金，回答才用存下来进一步研发Riva 128显示晶片。Your friendship, your support, and your belief in us means a lot to me. Japan will always be very dear to me, and Sega will always be very dear to me. 除了世界高层甲黄永芬以外，东京秋叶原现场还有70个幸运抽到参加游戏的民众，共同进行活动。外围的记录，两边是出现真侪人，举手机记录黄永芬的一举一动。活动结束了后，一行人搁去包场的餐厅食暗顿。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即马智慧型手机啊，甲社会媒体影响生活上过头，都未少国家开始限制。但未到按算今年要来立法禁止15岁以下囡仔来使用特定的社会媒体，也有着要鼓励大人莫甲手机啊压咧唔放，爱加陪伴囡仔。首都的哥本哈根就设立第一座无荧幕的游乐园。丹麦哥本哈根的市中心，距离中央车头无远的新社区，最近出现全国第一座无荧幕的游乐场，呼吁来到遮耍的大人，也有家长做伙甲手机啊、甲3C 产品放落来，专心陪囡仔佚佗。And we see that screens are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part of the everyday lives of the families, and that the parents are really seeking how can we get more presence with our children. We also see that screen-free zones is working in the families. So this is a little help, but it's not anything that we should point fingers at. 这个游乐场所在邮政区是原本哥本哈根中央邮局旧址都建改建完成的，由丹麦退休金管理公司典尼卡下底子公司参与开发，结合主体商业，也阁有公共空间，甲囡仔佚佗公共空间，甲亲子互动，甲放入去社区的设计内底。游乐场内底有几啊个无荧幕区的告示，顶悬阁画爱心，表达温和的提醒，讲这毋是强制规定。家长的反应嘛非常的正面。Yeah, I think it's good to have a phone-free, screen-free playground. You know, I think it's a good time to spend time with your kids. You know, you shouldn't be distracted. You're on the phone for work, talking to family, friends, and stuff like that all the time. Looking on social medias, it's good to step away and spend some time. 丹麦政府伫2025年提出全欧洲上界严格儿童社群媒体管制方案之一，拍算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部分的社群平台，同时嘛要求平台的强化年龄的验证机制。若丹麦政府认为社群媒体演算法，也佮伊的设计，就是要互囡仔算甲调的，会去影响到囡仔的心理健康。若所谓保护袂使干那靠家庭，这个案件已经得到跨党派的共识，预计伫今年会当表决通过。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感谢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仔载港节时间再会。